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哦。咱过去有讨论过这个တင်愛海草大这个公投案吼。顶礼拜三，咱也咧讨论的时阵哦，简单是咱看到是10万外份的这个人数数哦，无想到吼，这个28年假过去，已经来到36万份啊吼。咱嘛看到讲吼，即阵吼，这是昨的这个数字啦吼。本地吼，咱讲吼，迄当准备过坎28万吼，这是一个坎。啊，另外咧，若是要安全的坎是35万吼。但是即阵咱看到这个公投方吼画出来这数字讲吼，要来到45万份哦，按算要来拼一个啦吼。啊，目前回收吼，甲3月初2已经来到36万份吼，相信这个数字会阁继续来去抢冠吼。但是咧，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公投的这个时程吼，有人就是讲吼，拼一个公民意识来去部分吼，这个部分咱等下好好来讨论。但是咱看到这个时程吼，3月16，就是咱看到这个吼要交吼这个中选会来去做一寡这个核查啦吼。另外5月15进前咧。中选会就会完成着人事的这个查对的这个部分吼，尾手就开始做一寡这个公投这个公告啦吼。另外5月28甲8月27就会办理着公投意见发表会和辩论会啦吼。8月28吼，咱看到这个时程应该是无问题啊吼，因为已经下过着安全的这个坎。但是咱嘛看到讲最近因为这个议题伫咧网络顶哦，支持也好，反对的这个双方实在差了真加紧啊，甚至出现咱讲吼烧骂无好话这款状况啊。所以咱咧讲吼，这个公民意识爱提升，但是这个部分吼，有人讲伊是一个照妖，这个照妖镜吼，甲这个吼妖怪拢照出来吼。但是这个部分咱等下好好来讨论吼。冇人讲咧，这个无桃园的第3天然气吼，加速的这个接收站就会欠电吼，可能有的这个诉求是安尼去拍吼。冇人讲吼，这对咱讲2025年伫能源转型，也是讲恢复这个家园，可能就有变数啦吼。另外，嘛有人讲吼，这个守护海草大就变做支持第4核能发电厂，互伊东山再起，敢真正是安尼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吼，这个中油也好，还是经济部也好，还是讲吼，这个等等。这个行政院啦吼，拢有一寡吼解说这个方式啦吼，但是环团质疑的就是讲吼，过去吼这个开发三接的这个部分到底有暗坎的这个部分无啦吼。另外，经济部长王美花伊是讲啥？电力吼，就需要长期来去搁一届盘点一下啦吼，还是讲核能发电，还是讲烧这个煤炭啦吼，这个发电的陆陆续续拢爱收掉这个部分啦吼。但是咧，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讲吼，真正是不得已的这个决定啦吼，为着要早日停止掉这个烧煤炭来去做发电啦吼。所以咱们讲吼，政府有伊的这个讲法吼，但是这个环保团体嘛有伊的这个看法吼。咱嘛讲吼，避免掉搁伫网络哦。做一寡这个对立，啊，找到这个对话空间哦，看什么有这个替代性吼，才是正办。透过今日咱做回来对话。现在邀请所有来宾，第一位来邀请中研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昭伦，教授你好。阿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来邀请民进党青年发展部主任蔡木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主任你好。第三位邀请地球公民基金会副执行长是咱的蔡中岳。主持人好，大家好。副执行长你好啦吼。首先，咱要搁一届来强调吼，这回咱真正吼透过这个节目，好好来一寡对话啦吼。咱看到讲网络真正吼加紧的这个议题吼，真正咱头讲的。烧骂真正是无好话啦吼，但是真正好好来看讲，这个议题到底有替代这个方案也无啦吼。啊，先带大家来看讲吼，这回人数已经过关，咱讲吼45万份吼，可能人数数这个目标会达成，甚至50万份可能嘛达成啊。先做来看。仁爱海草大公投人数还阁伫进行当中，加上进前28年假，人数的数量大增加，挂号架到位的人数量嘛袂少。环保团体初三宣布，人数的数量已经达到35万份的安全条件，嘛希望会当持续抢关。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突破我们的就是安全份数的目标35万了。那昨天收到的份数是5万多，因为今天其实信件也是很多，所以我不知道，或许我们这1-2天又可以突破我们第二阶段的45万目标。针对这点，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会尊重公投的结果。若是公投通过，就袂伫咧桃园关灯去第3天然气接收站。不过安尼，都要考虑到欠电的问题，嘛会增加烧土团的量。假设这个大潭的这一个没有盖起来，那南北调度，那这个对供电的安全上面，
风险是会比较高。那更重要就是我们现在非常努力在对中部甚至高雄的这个减煤那非常有可能这样的努力呢就会再回头。王美花强调讲，政府打拼的目标是能源转型，要增加烧天然气，减少涂炭，减少空污。若是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无起，供电的安全风险会更较悬，嘛有可能会增加500万吨烧涂炭的量。中部甲高雄要减少涂炭的拍拼，就可能会乌有去。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咱这阵为着这个环保的这个部分来去维护咱的这个海草大的这个部分，但是经济部讲话，这个第三这个天然气还是讲加速也好，接收站若无起，咱台湾就会欠电啦吼。这款讲法其实咱们看到讲政府一直甲咱灌输着这款的这个讲法啦其实政府嘛讲，哇，阮要做能源的转型2025年要着拼这个能源转型的这个头一年啦尤其这个部分，咱就要甲这个天然气加速的部分，甲提好悬这个部分呢。就甲咱这个环保团体的意见有淡薄仔相拄咱先请焦伦兄甲咱讲一下。我是感觉这个议题咱咧先大时间就等于差不多3-4年前。迄阵伫环评迄大会的时阵其实阮拢问台电讲，假使讲这个港也无起。这天然气接收站无去，到底敢会欠电？是。迄阵的台电甲经济部呢，就同阮讲，其实伊用调度方式来去营运。所以迄阵伊同阮讲一个数字，就是讲到2025年时阵，迄阵伊算的所谓备用容量备用的迄个量是差不多17.1%。是。假使这个站也无去的时阵呢，伊会减到2.4%的量。OK。迄阵的法定的迄个备用容量是15%，所以你若17.1来减2.4，伊是14.7%，所以差伊的15%其实差不偌济。所以伊其实就确定讲，加速这也无去，伊用调度的部分就会使来应用这个加速的需要的迄个部分。但是呢，4年后，伊前几讲讲，毋是2.4%，是10%，所以。伊这前后所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拢唔知答案是安尼，是安怎？所以因为今仔日不管是环保团体，还是一般民众，伊对国家种足大政策，伊是无啥了解。不过你今日用这么简单的解说，但民众安尼讲，4年前讲一稿，4年后讲一款，所以对大家来讲，这是足无多了解一项代志。是，虽然讲这个环保团体伤有讲法面对着这个三接的这个争议啦这个环团甲这个经济部其实这个意见咱好好来看一下。头拄这个焦伦兄有讲到17.1买手减2.4%也佫有14.7的这个存积的空间但是买手佫甲你讲这个备用量这个容量爱6%啦所以本地咱讲根本就无欠天然气这嘛是讲这过去台电甲恁讲。咱到南北来去做一寡调度。迄阵拢因讲的我毋是叫阮家己去编出因为讲实在，一般的环团也是一般民众，阮根本无迄个能力用做遮尔大的迄个研究，甲伊政策评估，拢是为因的资料内底来找资料了，阮去来问，问了讲，嘿啦，都是安尼做不过你今年这公道这时间伊遮尔逼，你也讲6%，所以对一般的。对阮来讲，这是足奇怪一项代志。是啦所以咱看到讲这款的这讲法根本就是咱讲有当时这个政策反起反倒啦，嘛是互这个环保团体认为讲真正你迄当阵就讲一套是安那，即阵佫讲一套啦。但是咱嘛讲到咱看到讲真济民进党的这个讲法即摆会当讲是过去国民党。开始咧做这个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的这个部分，咱们看到讲，咱甲这个民众解说方式就是讲过去300外公顷咧做，即阵民进党剩20外公顷。其实顶礼拜阮咧讨论时阵，潘忠正老师都讲啦其实迄当阵马政府伫咧买期的时阵嘛，看到讲环保团体有反对即地，所以迄当阵已经减少变77公顷买手，咱的讲法是剩这个23公顷用200外的这个数字甲这个23的这个数字。这个看民众真好去理解啦，但是这是不是有当时是错误引导到这个民众方向咧？无林。伟明甲咱的听众观众朋友因为我唔是经济部的发言人我袂当代替因发言研究讲啥物研判其实我无完全了解。但是
他拄啊，咱研究员讲的吼，4年前大概有那是有清楚，2018年吼，2018迄年迄个公投吼，对于咱遮的参与公共议题的遮的少年人，其实最大的冲击。OK， 为什么讲2018年迄届公投对少年人是一个打击？因为台湾在推动公投的这个过程当中吼，迄是一个互国民党，互咱韩国有去操作的这个一个失败的案例。对咱来讲吼，其实他拄啊研究员提到这个看法吼，其实4年前甲即摆的状况完全无共，嘛共款甲马英九总统的迄个政府的时阵是完全无共。我提供一个讲法的吼，其实大家拢了解吼，即摆讲即个3阶吼，甲较早的即个深澳电厂吼，其实台湾的即个能源的即个供应，其实一直有真大的变化啦吼。因为我较早是国家安全的即个领域的部分，其实我要提醒大家吼，天然气甲燃煤甲核能，甲任何一种的即个能源的选项，对台湾来讲，袂当完全讨论一个代志。OK， 因为迄是全面的吼。大家知影，若是一天台湾面对着中国的即个包围，还是讲即个封锁，台湾的安全的能源到底会当动偌久？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即摆是青年部嘛，我伫学校甲即个少年朋友拢有接触吼。其实因对能源、因对环境的保护吼，其实因的想法足先进的。其实因拢了解，你讲藻礁，吼，你讲生态的即个环境的保护，拢是最重要。但是因嘛了解讲，面对着台湾即个有一个歹厝边啦吼，我嘛了解讲。任何一个公投的议题吼，绝对袂当互国民党去利用，绝对袂当互国民党去做操作。对咱来讲，即马面对着全世界有足侪 Google 啦、Amazon 啊，这些企业吼，拢希望会当来台湾投资啊，会当投资台湾。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环境吼，自由民主，上重要的是台湾的政府吼，对能源的这个分配甲管理吼。因有信心啦，是对咱讲，能源的这个安排，加核能未来要安那完全的走向非核哈，上重要的是空气污染，对咱中部的、对南部的朋友嘛是最重要的。OK， 所以做政府哈，做这种虽然讲大家拢一定会骂经济部啦，一定会骂中油啦，但是我的看法就是讲，一个议题一定要全部去考虑足清楚的吼，足清楚的。对台湾上好的这个方向，会当做一个决定，吼。但是这过程中一定需要沟通无，一定要沟通。OK， 吼，就像我的看法，我拄啊才为中华回来，我其实这2礼拜拢过年了，我2礼拜拢四家甲遮少年朋友面对面座谈啦，吼，听因的想法。我嘛，其实我拄啊是。为台中回来，我是参加中常会啦。其实咱中常会开会，时间差不多1点钟左右，有一半时间拢咧讨论咱这个海草大，海草大的议题啦。是，所以中常会有啥物款的这个建议，也是讲意见，要互咱非常无共，大家想法无共。为什么呢？上重要就是新北市的民意代表吼，是，因反对台北港嘛。因的想法吼，其实甲桃园的吼，甲中部的、甲南部的完全无共。OK， 吼，因考虑就是讲，若是真正要巴黎遮的吼，真正民意的反弹吼，对伊来讲绝对袂当接受的。OK， 但是有朋友就讲，有这个常委就讲，咱的沟通方式，其实袂当遐尼单对单呐，就是讲你做图卡，你做啥物说明文字吼，迄种。定扣扣的，迄硬邦邦的文字啦，迄对咱的关心环境保护的遮个朋友，其实是足冷冰冰的啦。应该是
透过咱这节目，还是看透过咱的座谈会，会当面对面吼，真正了解大家的想法。这决策的过程当中，决策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少年人的声音。OK， 其实目前头拄啊这个回顾吼，过去这个2018年公投海这款这个包山包海这个议题啦吼，可能是恁较惊的这个部分啊。但是头拄嘛讲到，若是讲吼，这个莫有这个中国这个因素，还是讲国民党的这个因素，这个公投会当成案，安尼意思吗？这个公投吼，甲国民党提出这个合适吼，合适的公投，甲这个莱猪的公投。OK。即马是讲有一个公投绑大选的公投。这几个案。其实吼，对民众来讲吼，每一个案立场都无共。为什么呢？你讲莱猪的公投，其实咱少年人拢知影嘛，台湾面对着这个国际处境吼，其实咱一定要走出去。是，所以国际贸易的这个准则，咱一定要去遵遵守。虽然讲吼，这个公投这个部分吼，其实恁是惊2018年迄个代志佫发生一届，但是这可能对两位现场内面来讲，真正较无公平啦吼。咱佫申请到这个中国吼，其实你伫网络顶向骂甲真凄惨啦吼。但是你佫徛一届，你的立场吼是非核能吼，减煤炭嘛是要救海草大，这是你上大的立场吼。网络顶安怎甲你讲，迄拢无重要，但是你的立场佫甲咱说明一届。你吼，这个咱讲吼参与着公投的这个部分，还是讲吼支持这个部分，上大望是啥物吼？其实咱嘛讲吼，这毋是一个正当的操作，你安怎看咧？其实头拄有咧讲电力的需求吼，真正是有够电也无够电吼。其实互大家一个数字啦，头拄讲是2025年是17.1%嘛，吼，这是单备用容量率的数字啊。不管是今仔日经济部是讲咱这第三天然气这无起啊，是减6%吼，减6%变做11%嘛。11%这数字就备用容量率来讲是有够还是无够吼？我提供两个讲法哦。第一个是咱正前的林全院长吼，咱行政院长林全讲的，伊讲是备用容量率吼，差不多7.2%就够啊。够的原因是加的数字吼，拢是加浪费的啦。伊的讲法是安尼吼，这是咱备用容量率在算的时阵吼，国际上是完全都无共的，因为在加每一个国家伊内底有的能源的资源吼是无啥相共的，所以这个数字吼7.2%是有够还是无够？迄当阵是林全院长讲的。那搁看一个数字吼，在11%这个数字吼，咱2016年、17年、18年哦，这3年哦，3年的备用容量率吼拢无够11%。要毋过这3年当中有任何一天有欠电无？任何一天哦，其实拢无。所以其实咱在讲的是，即马。这第三天然气的这接收站，若是无去在咱大潭的这个所在，去在别位的所在，可能时间会较久。不管是倒一个替代方案吼，可能时间会较久。要毋过这11%这个备用容量率，其实是袂欠电，袂欠电的。OK。头拄武林嘛有咧讲嘛，吼讲即马是咱国际上吼，即个 Google 啊、Amazon 啊，伊咧投资台湾嘛，因为投资台湾是讲台湾的即马发展足好啊，民主社会啊，即个政策拢有咧决定的。中国因素，红色供应链安尼。是，伊拢爱台湾哦。要毋过咱就知影吼，即马这国际上的这大厂吼，因拢是要签迄 RE100。RE100 够啥 ？RE100 是讲伊的未来用的电、用的水吼，都要符合咱环保的基本的要求吼。上基本的就是讲，伊的电拢爱用咱再生能源的，就是讲太阳能啊，还是风力啊，用这款能源。所以不管是安那吼，阮真正要靠这大厂哦来台湾投资哦，其实需要的是绿电。好，所以天然气。这拢是一个过渡的物件啦，所以今仔日为着起这天然气的接收站，要起遐尔大的讨论吼，其实是过渡的物件嘛，所以其实伊袂用甲伊真正要会当使用的时间吼，伊可能是愈早卖用这天然气是愈好，是咱发电的能源咯。所以其实咱过去咱环保团体咧讲吼，咱非核家园啊，这是因为迄个电厂本来就有伊的危险，而且是时间使用时间到期啊，所以伊一定应该要退役，要处理吼。咱非减煤的所在啊，头段咱在新闻内底吼，咱的部长话咧讲吼，减煤吼，即马是阮是想讲。愈减愈多嘛，不管是台中吼，还是讲云林的卖寮吼，
高雄的省达吼，愈减愈多，愈减愈紧。所以其实我是想讲吼，这6趴的这个数字吼减掉以后，其实对咱的减煤要加速，可能有淡薄影响。OK， 啊不，伊符合本来的时间，其实是无遐差的。因为头仔讲咧电是有够的，所以其实要搁较紧，可能有淡薄影响。要毋过袂欠电，这个代志应该是确定的。所以其实咱讲是非核减煤嘛，在非核减煤都会当确定的经营下，咱要安怎互咱的海草搭这讨论，会当搁较有搁侪的资料。头拄阿伦老师咧讲嘛，这资料吼，大概讲的拢无共啊。我想讲，无像像咱进前咧讲替代方案吼，要去台北的来去吼。正经在环评的时阵，中油公司是讲伊要18年，才会当去。是啊，这几工经济部是讲11到13年，吼。啊，18年到11年，这差就多呢。尤其是3当前讲的，是啊，时间搁较长，啊，是为什么咱无讲？系都无讲清楚，所以阮是想讲，今仔日这个公投，看起来应该是有机会，咱要来投票。来投票的进程是政府要讲好清楚，为什么中油甲经济部分3党了后，这时间讲法无共，啊，这讲法无共是拢是政府内底的哦，啊，为什么伊讲法无共？啊，我们毋是讲袂当讲无共啊，3党啊有可能有啥物状况无共啊？研究的这个基准嘛有一寡改变。研究内底是为什么要11党？这个讲法要讲好清楚，不是讲啊经济部讲要11党，经济部讲会欠电，安尼咱就哇安尼行到迄个叫吼。所以其实即摆在公投。已经要清案啊！清案了后，就是要需要大家来讲好清楚，咱的资料对好清楚。不只是这啊，咱生态的物件，或是阿伦老师的专业吼，伊个专业在内底，这大潭内底，即摆要去的这所在，海草搭到底内底的状况是安怎？两边讲法拢无共，啊无共就大家提出资料来看嘛，到底是倒一个是。较有理，来对咱台湾的社会有搁较多的讨论，这是公投真正意义啊。有影啦，咱讲吼，这个天然气也是讲加速啦吼，真正是一个过渡能源的这个使用。咱顶礼拜嘛讨论过啦吼，10几档了吼，会当用的这个存无到6成啦吼，这个部分的这个数字咱过去拢有讲过啦吼。啊，其实中间吼，头拄嘛有甲咱讲到吼，就是咱这个过渡能源，咱的这个中期尾这个目标也是非这个核能来去发电，减少煤炭，以及吼拢是行到这个绿能的这个方向，大方向是无毋对的，但是这回咱嘛讲吼，咱的这个公投的这个部分是无反对到这个第3天然气接收站，但是吼有一寡这个讲法，现在佫有这个正反的这个攻防伫哈，咱佫刷来佫来继续看吼，无反对吼天然气吼为这个路顶来去接管，还是讲吼总比海上接收站较好啦吼。经济部长员回应啥？规划讲吼，若伫路顶吼去接一寡这个管线啦吼。至少都要10档以上啦吼，真正这个时程袂赴啦吼，所以咱讲吼一寡安全的这个考量。啊，现在来对台中吼，应按吼第2天然气接收站来去送一寡气了，有讲吼一个是高压管啦吼，一个是液化管啦吼，所以管线无共款啦吼。啊，第3天然气接收站有哪袂签起这个台北港啦吼。啊，中央表示讲啥？这台北港方案吼，时程无法度满足用气的这个需求吼，这个工程吼经过8里遮吼，佫有这个飞弹啊，讲吼飞行安全等等这个问题啦吼。行政院嘛讲吼，若是改采台北港吼，按算这个都要延前11档，咱头拄嘛讲过啦吼。所以吼双方一直无一个这个部分的这个合调的这部分吼，所以透过公投吼，8月28可能就是投票来做一寡决定吼。啊，嘛有人讲吼，为什么咱讲公投这个部分无提出咧？替代方案吼，这个款的讲法，教伦老师你安怎看咧？我是回答这问题之前吼，我头听无人安尼讲，我是其实就感觉危险的啦，因为伊讲遐吼，咱双方要坐来讲，坐来互相了解对方的想法。其实我毋是讲一直要讲以前安怎，因为过去就有嘛吼。嘿，过去就有，因为阮有几啊届，不管是伫迄个甲政府吼，阮学者甲官员的协调，其实。伫政府内底嘛，足侪官员吼，我还互伊 credit。OK。因为伊嘛足拍拼，不努力，想要讲双方有法度来达成一个共识，或者第3天然气已起起来。其实你来看，即投来支持公投，也是来杀公投这人，伊基本上拢支持蔡英文总统的飞行家园迄个的政策。阮遮大部分人啦，其他我毋知啦。但顶下潘老师讲的，其实阮大部分人拢支持遐飞核。阮拢知影
这核能也设过吼，对台湾的未来，咱无得解决这粪扫问题嘛。将来要处理这毋是台湾这岛，我家己一个生态学家，我嘛知影讲，伫台湾附近这地质，我都承受讲，伫咱台北这边发生啥物代志。毋过我最遗憾的是讲，这议题过去4年，阮找政府要讲，阮嘛开世界论坛哦，世界论坛阮找经费，阮其实无啥经费啦，阮找经费去找世界论坛，阮邀请双方的学者，阮邀请这政府的官员来讲对谈，讲希望这代志能讲得较清楚。无足遗憾的，4年前到今拢无。啊，即马公投要成案了，而且还讲，咱大家进来坐来讲，我是感觉这其实吼，互遮当一路来维持大潭海草滩这生态，啊，甲遮当地遮人吼，心内其实足艰苦的。OK， 所以。拄我讲，拄我阿文讲遐替代航员，其实是过去吼，有点讲啊有水讲啊无烂啦，吼啊，即摆已经就米都煮一半了啊，啊你即摆讲啊袂杀咧，啊当然嘛是安尼，大家安尼讲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对遮替代航员，譬如讲拄我讲的走海港这样代志，过去我了解，伊从来毋捌同阮讲，一个是液化讲，啊一个是气讲，嘿啊，这大家会知，因做工程的人吼，有一个思想是讲，你只要打讲问题，工程都都解决，吼啊，你要解决无爱解决，拢是看政府的决心。今日不管是台北港、南口港，还是今仔伫咱大潭这观塘这所在，过去中油伊早期所有评估出来的结果，拢是讲台北港较好。第一啦吼，这个咱讲即阵这个大潭电厂才是排第3个，上尾名的啦。而且迄个中央大学曾炳杰老师，伊顶头就是讲过啊，这个所在，伊经济部伊嘛承认讲，伊也只透东北风的时阵，曾老师伊昨暝伫嘛是公司节目，伊就讲啊，昨下晡迄阵的风速，大潭船无得去，台中船无得去，是啊，甲船台北港人去，伊一年有差不多53天哦，无得接收这去，啊，咱感觉真正爱开1000亿，用的时间，到2050年时有6成哦，6成会当你起了就单伫遐无要用的。咱中国讲的，伊是一个过渡性的能源。啊，咱即摆应该去思考讲，如何伫减少同价，大家所谓对生态、对人民的生活、对咱的环境造成同价的这困扰的部分来解除掉。啊，紧大这代志紧来完成。安尼。确实真正政府应该做代，毋是讲即摆放这个消息出来，拢是甲以前拢不共款的。这对解决代志是无法度迄个完成。所以我希望讲，即道公投过了后，因为一定要开双方的辩论会嘛，好啊，大家双方你帮伊支持政府的迄学者，也是从阮支持讲爱保留生态。我嘛是要恢复家园，我嘛是毋讲2050年时阵。达到国际的标准，零碳来排放对，所以这嘛是政府在长期吼，在减碳这政策中爱去考量的，毋是讲考量低价一定要完成这2025年对，长期来看2050年这个长期的零排放碳这个部分，这是国际大的这个需求跟标准。国际专门要往迄个方向去行，啊，咱来思考天然气，伊嘛是排碳一足大的部分，而且。全面的重新的迄个考虑，我希望讲，我讲望讲，即道公投过，咱到时要双方坐来要辩论的时阵，连这议题嘛爱掺落去讲，安尼过转型甲转来过，无我是足烦恼的。是，其实赵伦老师吼提供吼一个吼真正好的这个方向，就是即阵2050年的国际标准已经是碳的这个零排放啦吼。其实咱讲2025年恢复这个家园是一个真好的这个目标，无毋对。但是咱讲的这个过渡能源的使用，敢真正吼省长咱过去嘛有讨论过，7600年这个海草大这个部分吼，相信啊。有的人咱嘛是有喙讲啊无烂，大家想象拢是无共款，先透过对话会当佮安怎吼找到一个替代这个方式无吼。咱讲这个能源转型吼，2025年是带政府一个大的这个方向甲目标吼。咱讲这个小加速吼，甲伊提悬啊，这个小煤炭这个部分啦吼，
来甲减少啦吼。但是咱头拄嘛看到讲经济部长王美花伊安怎讲啦，伊就讲吼，咱讲吼小煤炭吼，即阵若无即个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咱的即个吼小煤炭即个部分，就会个致使咱有空气的即个污染等等啦吼，所以会影响到即个咱讲环境的即个部分啦吼。啊，有的人吼嘛是吵甲真加滚，就是讲吼台中遮的人可能就因为即个部分过去嘛是支持海草大的，即阵佫开始反对啊啦吼。我台中人啊，我老爸老母，阮老爸80几岁，即摆住伫台中啊。我讲问讲，我来保护海草大，阮老爸老母甲阮树遐会歹空气啊，树遐歹空气，我无可能的代志嘛。我嘛足希望讲，因为自家我古早咧游行时，我嘛等于斗游行啊。迄个抗议，迄阵去抗议，迄个烧火炭迄阵，我嘛等于甲伊行街头啊。阮老爸老母，阮厝人啊住在台中，我敢较忍心讲，我希望讲大家找到一个足平衡的方法来解决这样代志。所以，这网络上拢来过海查他这阵人哦，拍做上阮去支持核能，要登开第4个核电厂。我看这是对遮的人来讲哦，长期哦，长期你支持。讲起来支持，我足无话你讲这啦，去支持民进党，支持行街头这人。OK。大部分拢是大伤害，互相大伤害。我是讲，这赢才为止，莫搁直接搁洗这个牌，互双方吼长期真正为了台湾的环境、台湾人的健康，这些人互相的伤害，到时啥物人得到这好处，我免讲，大家拢嘛知。OK， 所以咱继续请教目前吼，头拄啊老师安尼讲哈，其实咱嘛讲吼，这过去吼当然是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政策，这个延续。啊，蔡政府若要做吼，这个讲法啊，是毋是会当互人民，还是讲环保团体较会当接受？你头拄嘛讲到吼，中商会这意见大家拢有啦吼，但是吼真正爱面对的问题，你感觉是啥物咧？其实头拄啊，咱老师讲的这个液化管甲高压管吼，其实迄是。咱政府为着即个公平吼，其实长期以来拢是即个采购法的即个规格的部分吼，其实大家需要了解，就是讲政府在管制咱的即个采购的过程当中吼，毋是100%全部拢会当揭露。为虾米？因为即个规格牵涉到采购的部分吼，其实中油甲经济部，伊毋是一个部门咧，伊是一个中油公司甲。经济部部会嘛是无共啦。啊，你讲这个中油的评估，甲经济部的评估吼，可能有一个是找老师做研究嘛，可能有一个是找副执行长做研究。啊，你讲有落差，当然是有落差，这是无什么问题啦吼。他都老师一直咧回避一个代志，就是讲咱的空污甲咱台北港在地居民的反对这个代志，其实。我们是希望龚老师来回答，因为这是执政党的责任啦。但是事实就是安尼，就是咱的能源转型，甲咱的环境保护，甲咱的国际安全，国防安全，国家安全。因为还有几段经过哈，你讲台北港这个所在。其实吼，他拄啊，我讲深澳电厂，可能大家较无了解啦吼。其实大家了解，那是。有一天台湾面对着中国的这个封锁的时候，我讲一解啦。天然气加这个煤炭吼，其实煤炭会当冻较久啦。啊，对台湾要行向这个非核家园吼，其实这是一个足复杂的路程啦。吼，无可能遮简单，就是讲哦，经济部甲所有资料的拢公开上网，啊，中油拢所有研究拢公开上网，啊，大家来公道。其实毋是这样简单啦吼，我的想法就是就单纯啦。辩论这个对话吼，其实对我来讲就清楚的。老师嘛有参加足济嘛，吼300几场的这个不同类型的对话拢有啦吼。我的了解是拢有啦吼。其实若是讲网络上面有一寡朋友吼较激动的吼，其实嘛袂当讲迄是民进党的党员啦，吼迄。对于咱来讲吼，执政党啊，讲行政部门吼，其实充分说明是最重要的。我的想法嘛是讲，经济部嘛好，啊，咱政府嘛好，说明袂当个冷冰冰，爱透过对话啦，透过对话。但是即摆上大的问题就是讲，这个公道吼，那是这个联署成案啊，未来即摆有另外三个公道，有没有可能重现2018？迄个状况是大家拢。包括老师，包括副执行长，拢无希望
国民党吼这个全台湾的这个台派然后讲进步的政党拢完全这个输甲痛苦啦，绝对无希望安尼嘛。是，但是毕竟也是咱讲吼一个公道的这个日子呢8月28可能有4个公道案做回入来，无像讲2018年迄当阵，佫结合地方这个选举啦吼，会惊吓，而这部分是民进党上惊嘛。阮两个讨论讲，即马另外毋是讲国际局势，毋是讲经济发展尔，其实国民党即马佫咧创一个代志，就是罢免嘛。大家拢知影嘛，罢免你讲。议员你罢免一个，即马黄捷高雄的黄捷无过，高明玲连这个联署嘛无过，是。但是伊咧过推动啥物？推动立法委员的罢免啊。若是讲这个一个公道案，两个公道案甲罢免，全部拢这个共办效应，咱讲共办效应起来。这个门槛也是过嘞。OK， 所以这民进党更加有责任来去说服清楚全国的人民啊，尤其吼，恁咧惊的这个部分是惊咱讲这个公道案变成2018年的这个公道海这个部分哈，尤其还有这个罢免这块行动，但是真正民众的关心，也是环保团体的关心的，是咱讲吼保护环境这个部分哈。咱就讲吼过去吼，这个交轮兄，还有这个中间吼，好头拄虽然讲。无要讲吼，这个过去拢支持民进党，但是过去总是安尼一路行来，嘛是老朋友、老战友吼。但是这回会用背做是这个吼，甲国民党结合，其实这个可能两位嘛是心内真无好过啦吼。但是咱嘛好发正视这个问题，就是讲三接若是停工，咱讲吼，这个核能的这个部分，大家嘛惊嘛吼，大家是毋是恁阁行去到这个支持这个核数吼，阁会重启，还是讲吼，这个核电阁继续来的这个部分吼，恁当然嘛唔愿意安尼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核一厂还是讲核二厂啦吼，咱看到这个部分吼，已经有诶开始这个接脚吼，运转的接脚已经到期啊吼，我嘛。豆豆要来做一寡吼收掉因的这个部分，但是咱讲吼，其实咱来去看的这个部分啊，是讲买手，咱若是讲有新增加的这个其他的能源的这个部分，安怎来去看？咱其实看到讲吼，烧煤炭也好，烧气也好，烧油也好，核能发电也好啦，咱看到这吼，107年、108年吼，核一厂第一期、第二期吼都要收掉啊，核二厂。今年啦吼，咱看到讲吼，差不多今年的这个新闻报道吼，是讲6月时阵可能核二厂就当来去豆豆消退吼第一期的这个运转啦吼，所以咱买手来去看到讲吼，2025年咱的这个能源转型的这一档然后真正真重要，咱看到吼，2025年这个时阵，咱迄当阵吼，若是有这个台中，也是讲吼，迄当阵核三买当豆豆来去做一寡吼解读伊的这个吼功能的这个部分，所以咱讲吼。天然气，这是执政党的看法，天然气爱到也好悬吼。但是，就讲咱搁一届来去检视讲吼，这回若是这个执政党也好啦吼，行政院、经济部、中油吼，甚至台电，这个讲法，因搁有啥物大欠点呢？还是讲吼，也未甲民众说明好清楚的所在咧？其实即摆咱的核能电厂哦，核一厂即摆已经拢无在发电啦。OK。核二厂即马伊的1号机嘛是无咧发电啦，吼。伊头拄阮看迄除役的时间，吼，头拄前一张是安尼写，吼。伊应该是12月27号嘛，1号机核二厂1号机，12月27号才真正要到期嘛。要不过即马都无咧发电啦，因为过去咱使用这核能的时阵，也用过。伊的高阶燃料棒吼，无位通放啊，因为迄当阵设计的问题啊，所以无位通放。所以核电厂讲实在是猪队友啦。伊本来到发电要发到迄个时阵，也毋过即马连时间也未到，伊就无法度继续用啦。所以其实咱依赖核电厂本来就是一个无好的做法。所以其实咱核能电厂。要到期要除役，这个代志是一定确定的。OK， 为什么确定呢？因为咱看吼，即摆核三厂2号机吼是114年吼，在5月时阵到期吼。咱即摆的法律的规定是，伊到期前5天要申请，伊要延役。但是过期搁会继续使用的话，到期前5天要申请。要么讲即摆114年的109年的时阵无申请，所以其实咱真正核能电厂拢到期，要真正要互伊关起来。所以其实咱搁在讨论核能的时阵，其实即摆无啥物好讨论。OK， 不只是伊这电厂吼，过去核1、核2、核3，即摆是其实拢到期啊，无法度用啊。核是就是无起好。经济部是讲伊要是 N+7年了，才会当发电哦。咱今仔日开始起。
搁继续起，吼，唔知开偌济钱啊，吼，继续起，这钱坑啊，起偌济。不该7档才会当发电，至少要7档。我是想讲7档嘛无啥可能啊，因为伊即摆干胶是无啊，是，所以搁爱重新申请在建造的时阵，搁爱搁一个时间。是，所以其实咱核能电厂即摆无应该在咱讨论的范围内。OK， 好，咱是要讨论是头拄仔讲的是咱减煤、蒸汽，这两件代志是有法度搁较继续来执行了。是，所以咱头拄仔是讲。减煤炭这件代志，可能有淡薄仔影响。啊，毋过即马咱是要用调度的方法，好，互咱的煤炭会当伫咱寒天的时阵，咱知影嘛，咱空气污染拢是寒天的时阵较严重，吼，因为咱空气的对流无好，所以其实这燃煤的发电，吼，其实伊冬天的时阵，咱用电较少的时阵，吼。讲较侪天然气吼，安尼是对咱的空气污染较好。那头拄仔搁爱讲空气污染哦，大家嘛爱知影吼，咱全台湾哦，就是空气污染有偌侪，是为咱的这燃煤炭还是讲天然气来的。根据咱环保署的调查吼，差不多无到10%。讲大家讲10%无到10%，拢咱污染拢倒位来哦。其实咱交通吼，咱是塞车呀、奥多拜啊，这交通差不多。3成啦，是啊，工业区吼，工业区在其他的污染差不多嘛3成，啊，而且有其他有淡薄仔像讲咱道路扬尘吼，啊讲餐饮业吼，在淡薄仔加起来3成，营业等等吼，那差不多3成，所以其实咱真正要处理空气污染，不只是要处理咱煤炭的问题，搁有较侪物件是要做伙处理的，所以你。不讲啊，即马即个燃煤的时间哦会拖较久，就会造搁较互咱的空气污染搁较严重。其实咱来讲看咱科学数据来讲话啊，是差不多无到10%。所以其实咱规个即个要处理讲，若是讲已经那第三天然气的接收站是较晚，即去了以后，到底影响是啥？到底影响是啥？吼，不只是看你个经济部出咧。可能小小的一张图啦，咱要真正互咱的数字来讲话，吼，这是要讲好清楚的。所以其实咱核能电厂即摆搁来讨论哦，伊起在断层边啊，哦起的时阵，核四起的时阵，起啊，搁淹水，吼，还是拼装车吼，其实对咱的安全哦有足侪的威胁啦。所以其实咱核能电厂即摆无可能是要处理，无咧即摆完全都无法度卖讨论伊啦，伊无法度处理即摆咱能源转型的问题。要处理的就是讲咱要安怎起，咱能源转型真正意义是要互咱的发电这件代志，对咱人、对咱的环境、对咱的自然影响较少嘛。是，所以咱能源转型无为什么转型？要减碳嘛，为了咱的环境，为了咱的地球，为了咱的台湾，当继续生存的嘛。所以其实咱回头来看，咱能源转型的总目标，过来看咱3G的这个问题，就是真正要互生态的。争议吼，大家讲好清楚，因为头拄仔讲嘛，过去的时阵经济部中油，大家讲法都无共。咱阿伦老师讲，这4档，阮阁要求政府来开迄听证会，吼，听证会就是讲大家两方来做好，来提出证据，来好好啊讲话对话，要毋过这对话机会都无嘛。所以今仔日要推这公道的时代，互咱社会阁较。讲实在，我看阿伦老师可能想法相共，就是过去4档哦，台湾社会都无讨论在海草蛋的代志，其实拢少少啦。电视台或淡薄仔叫阮来去来电视来讲吼，想讲啊，总有机会来好好来讲。要毋过今仔日完全是无共啊，这公投杀到这最后一礼拜吼，这最后一礼拜后突然间全台湾都在讨论这海草蛋甲咱的能源转型。跟咱的生态有啥物影响？这是一个好的过程啊！啊，这过程要搁较好，互咱公投票决定的时阵，是要互咱有充分的资讯，才有当来投票。是，其实中国吼，甲咱讲甲真清楚啊，就是讲吼，这回这个公投绝对吼，袂是甲咱讲核能吼发电厂中企吼徛共并啦吼。其实咱看真正立场徛甲真在啦吼，所以咱看到吼，真正。要找到共识，真正毋是伫网络顶吼共播偶还是啥物啦吼。咱讲吼，真正徛伫问题这个点吼来去找出这个答案也好啦吼。但是咱讲吼，真济咱讲能源转型嘿，搁较济这个标准也好啦吼。所以即阵吼，咱看着讲
超过36万分啊吼，即阵要拼45万分，另外咧可能拼50万分吼，所以这个公投案8月28吼，可能真正是民进党爱真正好好去面对，安怎去运用吼，即阵可能。老师嘛讲啊真清楚，中国嘛真清楚啊，这个绝对唔是甲这个国民党徛同边啊。虽然国民党有支持等等这个部分吼，所以民进党更加吼有责任来去做一寡这个解说部分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到底因为这个三接开发案吼无共识，是毋是爱开这个类听证会咧吼？咱看到讲吼，这个公道的这个吼潘忠正老师啦，讲吼，这个部分吼是这个过去咱嘛讲到，顶礼拜咱就讲吼，这个观塘三接那是员工吼绿色执政吼。算断着海草大的面积是哪样的200倍啦吼，啊台湾吼，这个万雅新竹吼，这个生态协会专职律师吼，姓蔡啦吼，伊讲啥？官团反对三接，除了选的地点无适当啦吼，嘛因为这个观塘吼海上无稳定，另外民进党发言人是安怎讲啦？伊讲吼，2015年国民党核定三接232公顷吼开发吼，用伫咧海草大头顶啦，现主席要招。支持海草大公投人数吼是这个官仔加小金吼，根本是要用到2018年公投海这款乱象吼。另外，民众党立委赖香伶的先来讲，伫咧公投进程经济部无应该回避啦吼，公投这个辩论嘛，依照公投法来去办理5场辩论。啊，经济部长王美花安尼讲，伫咧维护咱这个海草大公投过关吼，替代方案有台北港的评估。还阁11档吼，这是因的讲法。另外造成真大的这个这个电的这个欠扣啦吼，核三厂，这个吼小煤炭的这个电厂吼嘛，继续伫高雄甲台中吼，陆陆续续来解读因的这个功能嘛。所以咧，咱讲吼开发再生能源吼，甲小电厂这个气的这个电厂吼，拢是经济部稳定供电的这个策略吼。来听证会这个部分敢有可能？其实。自进前咱在中国讲的，阮已经要求政府来开这种的会。啊，毋过最危险就是讲，阮同尾一届就是伫去年吼，含迄个潘老师去见过总统了后，啊，总统迄阵就有答，迄阵的副秘书长吼讲，这代志要落去处理。是。吼，啊，我嘛经过副秘书长甲迄农业会迄主委吼来安排。毋过最危险的，就是。伫去年这时阵咯，一言再言，下到尾啊，阮真正是无法度，因为咱拄我电话讲，你也注意听电话甲我的讲法，你就知影讲，其实咱互这公投很成案，吼，互不只是咱生态问题，啊，佮咱全台湾未来伫能源、伫咱的空气、伫咱生活环境，啊，佮拄我无人讲的国家安全。OK， 吼，咱这真正我讲实坦白啦，台湾人经过遮侪年的训练吼，台湾人无法讲啦。吼，所以你即道，我头看到迄个民进党发言人吼，讲迄种讲吼，我是感觉足伤心的。OK， 因为这规个活动哦吼，规个公投伊迄阵政府互阮核准的时间是去年的12月底。是。啊，伊互阮这时间到3月17，啊冲价35万票。其实恁去年6月时阵就开始咧做。阮头咧做，啊问题是一直审，规个行程拢一直延。我是无想要讲往别个方向去想啦。我反正是政府的规定，我著听政府的话，阮真乖呢。听政府，政府今日就阮安做，啊到12月底啊，互阮核准。结果因阮的时间是甲迄个甲3月17，爱筹备出这样侪票数，所以自一开始，阮的设定就是讲，阮即道用台湾的人民的心，一张落去签。我著定来答，阮老母就讲吼，你怎安怎做？阮老母讲，你著吼啊想，你收迄公德金安尼吼，一张落去收。大家讲，所以一过去这时间你看，就开始阮。一张咧5000、3000爱起来，大家拢足烦恼，讲真正会逼起来遮尔悬。结果我相信，即道自一开始，阮的初心吼，阮的出发点就是无希望讲遮尔单纯的，大家为着家己的环境、家己的未来、甲子孙的未来，这个公投会去占领着任何政党之间的斗争。所以我看迄发言人安尼讲吼，我时间是对这人足大的伤害。我必须搁较强调一届，我伫镜头前讲一届，这规个运动自头至尾，阮拢无想要甲任何政党会接触。是，问题我嘛了解讲，这到尾啊，所有政党一样挖过来。啊，毋过
我嘛希望讲，会用将这个机会，达全国的人民讲，对我清楚，这一张的遮所有的点数数，是遮的人、遮的囡仔就街头安尼签出来。是1202年，你其实做第一阶段这个人数的这个部分哈，其实迄当阵也无这个内地的这个议题，尾像咱才看到内地有啦国民党用这个声势，当然袂当家看涉在内做伙啦无恁你安怎看咧？老师，我要甲你提醒一个代志，就是因为有媒体咧报道啦，可能要澄清一个，这个若是假信息，一定要澄清啦。就是讲，是不是潘老师主动去找国民党的吼？我希望这个要澄清吼，这对咱的公道、咱自由民主拢是最大的伤害，这一定要澄清啦吼。我先澄清一下，马上澄清，我讲，这自头到尾。潘老师都无主动去找国民党，因为我讲所有的政党吼拢来挖啦，因为伊知影讲这是一个议题，伊要哪去用，阮无法度去来决定安怎做。不过我实在潘老师，你看你用去网络找讲潘老师伊这人啥物人，我讲坦白咧，你还未出事之前，伊就替民进党去举大旗咧行街头，为台湾独立安尼奋斗起来。伊早是伫。民进党咧，伊做甲民进党伫关林地区的委员呢，伊真正对台湾这样有感情、这样亲密人，伊哪有可能放下讲伊对台湾这块爱，去向另外一个政党去挖靠，这是无可能代志。我实在这样讲。安尼真好，安尼真好，那有澄清就真好。因为旧年开始吼，咱蔡总统要求咱总统府的副秘书长李俊毅副秘啦吼，在沟通的这个过程吼，其实吼，我就讲300几届的这个无共程度的这个对话过程当中，其实一直无法度去解决，就是讲，咱的团体，咱的这支持者吼，咱对这个生态保护的问题，甲能源转型的问题，到底有一个交集无？他都要讲辩论嘛吼，其实辩论就是要三方吼，唔是两方哦。三方就是讲，你主张的是生态保护，若是讲人员转型，你嘛要重视嘛。但是即摆最大的问题就是讲，国民党过去即个利用公投，其实旧年嘛利用罢免啦吼，去伤害咱的民主。这对民进党来讲，这国民党安尼当然嘛无好啦，因为咱讲吼公投本地就是展现公平的这个意志，这咱应该谴责。但是这民进党敢袂当一直用这个部分理由来去当这个咱讲环境还是讲环保团体，敢袂当？这不是党啊，我跟你党嘛吼，对我来讲嘛是我青年部，我少年人去联署，我对我完全无问题，尊重就尊重啦。是。但是上大的问题就是讲，即马咱的国民党的这个议员叫罗志强嘛吼，伊过去报复性的罢免，甲即马公道，伊就是要调岗，你讲反核嘛好啦吼，你讲莱猪嘛好，伊就是要利用这个。民主的工具去伤害你的民主嘛？这个阮烦恼的是这个代志，唔是讲潘老师过去嘛，当然是前辈啊，民主前辈啊，尊重啊，但是若是无这个代志，一定要澄清好清楚，一定要好咱的公道的这个团体吼，甲国民党嘛好，甲任何一个政党，即码是不只是国民党啊，即码这个政党是利用这个公道议题，去讲伊的想法，若是今日。核电的这个核四的这个公道嘛，因为安尼通过，对台湾其实拢对大家拢无好，对老师嘛无好，对咱副执行拢无好啦。上尾咱请中间吼，甲咱补充一下吼，针对咱讲潘老师这个赵伦兄，还是讲目前的这个意见吼，甲咱补充一下。其实吼，我是想讲公道过去是民进党也未执政的时阵哦，咧提倡。自街头开始啊，就开始争取哦，咱卖迄鸟笼公投嘛，要真正，互咱台湾人做咱的主人，来好好来投票，来决定咱台湾人爱的代志。那今仔日是有咧2018年的公投吼，互咱有大家就这创伤啦，这台湾讲是 PTSD 啦，就紧张的吼。也毋过咱公投，除非咱台湾都无爱公投，那是公投是咱民主社会应该有的方法。咱是要互因改善，互因做好。今仔日是2021年的时阵来投票，是旧年的时阵2018年的时阵，民进党的立委修公投法，
修成今麦的制度。OK， 所以其实今麦的方法嘛是民进党修过啊。所以今仔日公道若是咧咱民主社会爱有存在的时阵，咱要有方法，公道的方法做好嘛。啊，这做好的方法，民进党嘛做过啊。所以今仔日从完全咧反对咱任何议题做公道，安尼我想讲无啥好啊。那咱真正的民主社会就是咱的资料，互大家来看，互大家来决定讲，咱需要安怎型的能源转型的物件，咱需要安怎发电，这是咱真正民主社会爱做的代志。所以其实咱头拄来讲嘛，阮需要的是一个公开讨论的所在，好，毋是讲公投国民党咧杀。讲实在啦，咱所有的进步议题，那是国民党来家己斗相共，咱就讲咱无这个议题嘛，无可能嘛，无国民党大家咧舞切，咱啥物拢无爱讨论。所以国民党要来创这个代志，好，国民党是过去民主社会咱的毁掉咱台湾民主的最重要的一个政党嘛。所以今仔日翻头来看，咱需要什么样的、什么款的民主社会，是咱这个公道，要需要互大家做伙来思考的。啊，唔是讲有啥物政党来支持，咱就无爱公投，安尼是无好的。OK， 透过这个公共议题吼，各互民众吼，搁一摆来去做一个思考，嘛是真好的一个方向。吼，今日感谢三位来宾，嘛感谢乡亲好变新化，咱马上再会，感谢多谢。